講出10個男人第一眼睇女人嘅地方。開始。第一眼內涵係佢嘅修養，佢嘅學歷，第一眼佢嘅睇嘅部位，佢嘅心地，佢嘅眼啦、耳啦、口啦、鼻啦、口鼻嘅腳啦、膊頭啦、腳趾啦、膊頭第一眼啦，第一眼喎，第一眼啊嘛，講真話啦，講真話，真話。第一眼啊，邊個部位？好，波就爆咗啦！講一個真心説話先。講真話啦，個女人行你對面，迎面而嚟。第一眼望喺邊度？佢樣咯，佢教游水噶嘛，通常啲女學員着泳衣嘅。好細個，佢3歲4歲。咁你第一眼望佢咩嘅？望佢媽咪，係啊，望佢媽咪邊度？因為咧要有家長陪同咧先安全嘅啲小朋友係啊，係啊。喂，頭先，睇嚟方力申真係好緊張。緊咩張啊？佢係將養生椅咧已經度到佢嘅心跳加速咗，哇有20，而家去到97個壓力指數去到75，呼吸咧都係維持喺20。小波。